观众朋友哦，出年有用袂到，单调又搁唔甘的物件吗？在新竹市环保局举办回收市啊，和民众甲处理用袂到的物件提出来，甲大家分享哦。举办第二档，计共嘛已经有45000项物件，搁再提供给需要的人。看起来搁正新的衫裤，看过的册，搁有囡仔上介意的布红啊，这拢是民众甲厝内用袂到的物件，摕来免费甲大家分享。一把没有用的就是自拍轮啊，这是帽子啊，然后榨果汁机啊，然后那个慢磨机啊，这些没有用的，然后就把它拿来让有需要的人使用，这样可以不用浪费，也减少废物。除了二手免费的物件，参大家交流以外，佮找来志工免钱帮民众现场修理歹去的电器用品，用实际的行动，希望来做环保。一方面可以维修到，就是满足自己的维修的这个欲望，然后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去，就是延长他们家电的这个寿命。希望民众把家里可以用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使用，或者说以后可能也不会再用的东西呢，就自主的拿出来跟其他的市民朋友分享。环保局指出，自自2年前就开始，拢总举办过15场的活动，参民众分享的物件数量超过45000件，参加民众也超过2万多人。未来会继续鼓励民众用分享的方式来减少浪费地球资源行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